翻。喂，大家好，我係 S1B 嘅同學 K。咁我想問翻內學1號 Vista 嘅同學啦，咁你哋政綱裏面都係比較着重喺推廣一個300個唔同嘅餐廳嘅福利啦。但係咧，我睇翻咧喺校外活動上面咧，例如同其他大學主辦嘅一啲活動咧，其實都係只係得2個。咁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你哋同其他大學嘅聯繫網絡啊有限啊，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咧，而令到你哋唔可以再搞多啲相關嘅聯繫活動咧？多謝。我有3個以上嘅問題。嘅提問啦，冇錯，你哋喺政綱入邊咧見到嘅就係得2間嘅大學，咁但係其實啦，我喺我一開始嗰2分鐘已經講得好明啦，我哋係實務實幹嘅，淨係 planning 咗嘅嘢，我哋都唔想寫落去，我哋係有實質嘅證據咧就會寫落去㗎啦。咁我哋可能你講緊就中300間嘅福利，其實只不過係篇幅嘅問題。咁我哋之後會搞嘅活動咧，咁其實我哋唔係你哋話我哋嘅聯繫唔夠，其實我哋一早咧喺9月初嘅時候啦，每一個大學我哋已經 send 咗封 email 過去，咁亦都佢哋都會答覆咗我哋，如果我哋上咗莊之後，佢哋喺佢哋嘅校網入邊咧係會有呢個聯繫，即係會加翻我哋條行管嘅 link 落去嘅。咁我唔知咁樣可唔可以表達到其實我哋已經有對外係有聯繫咯。咁你嗰間活動呢樣嘢咧，咁其實咧佢哋 offer 到俾我哋嘅咧，咁就係有呢2個咁大型嘅活動啦。咁其實都要我哋上咗莊之後有呢一 plan，咁可以 send 咗俾佢哋，咁我哋再有一個叫做合作嘅咯。係啦，就係咁啦，多謝。我係 B3C 嘅 Icy，咁咧我想問2號候選愛國嘅主席程教練同學嘅，咁喺2年前你係大專學周會主席，而我咧都係幾個莊員。頭先你答嘅 OK， 其實係我係 cut 嘅，咁而家咧我想問你啦，當初你有好多承諾，譬如自由發展啊、1年制合約等等嘅嘢，你而家都有許下。我可以之前你亦都包裝得好好，有啲老師都好認同啦。咁其實我想問你，你對我哋即係我哋個莊嘅人啦，對你形象都覺得其實呢個主席係咁樣嘅。咁你今年同樣嘅承諾，你叫我哋有咩信心去再投你？係咁。呢度係講秩序嘅，唔係你舉手大嗌，我哋就會嗌你。首先以我身為一個莊員嘅身份話翻俾你知，我哋對我哋嘅主席，甚至我哋每一位莊員都係非常之有信心，因為入得嚟行
我哋特別喺隊安個個都係精英。請問我哋嘅隊安嘅成員，你哋支唔支持我哋？支唔支持我哋嘅主席？支持。咁另外根據翻我哋自己喺度寫嘅第一屆學生會嘅會章，我哋係裏邊已經係講到我哋參考咗好多嘅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啦、南華大學啦，甚至香港嘅8間大學嘅會章，裏邊都係會講到，如果主席唔喺度嘅時候，將會有旗下副主席頂上，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我哋做唔到嘢，因為我哋呢班精英絕對係有能力為大家服務，而唔係相信大家上基層堂嘅時候都會知道 VIX 同 VLUY， 我哋全部都係 VLUY 嚟嘅，我哋係可以好主動咁為大家提供到好多嘢。另外就係回應翻頭先1號校長嚟嘅問題，你哋淨係 send 咗封 email 得到信，但我哋其實已經同好多間大學開咗會，甚至上個禮拜日，我哋嘅主席陳嘉倫同學已經同8大開咗一個叫香港大專福利聯盟嘅會，佢哋為我哋商談好多嘅福利同埋活動翻嚟。我哋喺政綱裏邊嘅我的態度劇場，浸大同埋科大甚至都係已經承諾會同我哋一齊參與去做一個劇場，令大家反思翻我哋過緊係咩生活，反思緊我哋係點樣嘅生活態度。希望我解答你問題，多謝。唔該晒，支持中意你呢個比較代表呢種。咁我想問下2個候選內閣啦，咁就尤其是佢哋嘅領導層啦，因為我個人嚟講覺得咧，領導層嘅個人品格咧係對成間學校係好有影響嘅。咁有3件事問 Jonathan， 有1件事問 Stephen 嘅。Jonathan， 我聽聞咧你喺 Hostel 咧就試過擺田雞入微波爐度叮，跟住之後就上天花板，跟住咧中秋節喺廣高立都算啦，仲要燒黑埋個床板，跟住咧我話今年咧喺 Hostel 嗰個電腦房嗰度咧偷咗張電腦凳，貪佢夠舒服啦，自己喺度坐。咁仲有啦，程生上年咧升光輝，唔係早2年啦，你做主席嗰陣咧升光輝嗰個你自己仲舉個女。咁但係人哋咧 Vista 嗰啲湯咧個品格就非常之好，咁我以你哋做咁多嘢咧都冇投訴過你哋，咁你哋就堆人哋係咁嚟投訴，咁請問你點樣可以證明嗰個嚟睇你係有品嘅咧？唔該晒。有3個問題。首先想講話針對我哋嘅領導層，究竟個人格上面點樣去針對呢樣嘢去問啲問題咧？基本上咧，你去查我哋嘅每一個人、每一位同學嘅資料都可以揾到嘅。首先就話呢個問題，的確係有人升 OK， 但我願意選擇答你，因為人誰無過，每一個人都會做錯嘅事嘅時候。調翻轉咁講，如果呢位同學可以去揾一揾每一個 Vista 嘅同學嘅背景資料，可能你知道佢哋以前可能出貓啊、偷好多嘢，又可能會有嘅喎，係咪先？咁可能每一位同學咧有可能啲感情嘅問題一句答兩住好多問題都會有衍生出嚟。究竟係咪每一位人都係有咁樣嘅背景係可以話20幾年人做出嚟都係一張白紙黑都冇做過咧？相信絕對唔係。希望可以話俾大家聽就每一個人都會有佢嘅過失，就算聖人都會有錯。我想話俾你聽，你去講解我上年點解決定咗升康呢件事咧，可以話翻俾大家聽，我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架構嘅成立咧，係唔係淨係主席喺度就可以話事？如果個主席喺度咧，首先咧同學要尊重翻你就話，究竟個主席喺度同唔喺度個價值喺邊咧？主席最主要係做管理工作，如果管理工作係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一樣可以達到嗰個目的。希望可以同學留意翻呢樣嘢。究竟我去旅行係咪一個大嘅影響咧？另外就話，如果都係嗰句啦，如果我前間如果真係有朝一日唔喺度嘅時候，究竟大家針對着主席嘅問題，我唔喺度，咁會章都會定明就話副主席係多謝要做我個職務嘅，多謝各位。
先啦。首先好欣賞Beyond嘅福利店鋪福利啦，佢哋喺2日之內咧就揾到300間嘅店鋪優惠俾我哋。但係我想問下咧，你哋喺原則1嗰度咧就提到話你哋而家揾到300間嘅店鋪優惠，但係到原則3嗰度咧，你哋又寫到你哋嘅店鋪優惠已經係超過200間。咁我想問你哋係咪自我推翻緊你哋嘅揾翻嚟店鋪優惠？第二，我想問下你哋，同埋我想問你哋咧我覺得我今日 Facebook 度見到你哋嘅店鋪福利咧，我覺得個篇章就好似前2日 Vista 發表嘅店鋪優惠，我覺得佢個篇章有嗰啲文字同埋措辭同埋 heading 大部分都同 Vista 一模一樣。我想問你哋咁樣效得去揾店鋪福利，點解唔用嗰2分鐘時間去改一改你嘅措辭？唔該。有3條嘅。由於時間所限，如果我哋再發多一輪題目，其實會越記呢個環節。好多謝呢位同學嘅發問。首先，我想喺度聲明，我哋並沒有抄襲嘅意欲。我哋之所以咁樣做，係想俾一個鮮明，因為我哋知道其實好多人到現時為止都未必知道我哋大灣內閣同友邦內閣究竟實質上為大家做過啲乜嘢嘅活動同埋服務、福利等等。所以我哋咁樣做嘅目的，就係想用一個最鮮明同埋最直接嘅對比，去話俾大家聽，我哋比友邦內閣係更加做到。更加重效率、重質素、重數量同埋重誠信。就好似喺重效率方面，友邦內閣2星期做到嘅嘢，我哋2日之內可以完成。至於重質素方面，友邦內閣嘅佢哋可能一啲着重點嘅福利，可能會喺啲本地機構同埋公司，但係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哋嘅重點福利係講緊嘅跨國企業、連鎖式嘅企業公司，例如 HTC、HCoS、蘋果電腦、Pinkbox 等等。重數量方面，由於我哋知道友邦內閣都會以埋分店計算，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哋所有嘅福利，如果以埋分店計算，總數係會超過2000間。另外，重誠信方面，正如之前所講，我哋之所以第一期唔鋪晒所有嘅福利出嚟，係因為我哋係希望將所有我哋傾到翻嚟嘅大型企業公司福利，所有其他小型嘅福利，都會所有嘢經過雙方證實、核實、白紙黑字證明，先至一次過去推出俾大家睇，俾大家有宣傳，咁樣先至我哋覺得係做得誠實、務實同埋有承諾、有誠信嘅。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哋嘅苦心同埋立場。多謝大家。中間嗰位女。我係 B1 最嘅會員。我想問1號內閣 Vista 係好多謝你做嗰個summary 中心，但係我發現裏面有好多錯處咯。而且你係冇proof 或者冇 double check 過佢咯，事後你又冇就住呢樣嘢去道歉翻啦。咁我想講呢種咁唔負責任嘅行為，咁你有冇諗過啲信任你嘅人咧？你有冇諗過佢哋如果信咗你嘅話，佢哋會唔會有機會考試唔好㗎嘛？咁你點樣可以證明到佢哋